姓名。杨金祥，你还不说话？他杀了东东，可他连一句话都不想说。我告诉你，不是警察的话，我非把你的嘴撬开不可。我没事。带下去。心里特别难受，告诉自己不哭，可是我心里明白，东东，东东，不会再回来了。东东走了，东东扔下我一个人走了。快！哎呦，老实了，站！干什么？我要洗澡。想洗澡？做梦吧！你胆子不小啊你！回去。他要求还挺高，我估计是想让我们刑警队请他洗桑拿呢。他干嘛？想洗澡。你要洗澡啊？啊？站好了，站好了。想洗澡也成啊，跟我们说实话，马上就带你去。你还挺硬的是吧？可惜你给人贩子卖命，你连姐妹们都卖，你也不好好想想。我一边想着牺牲的战友，一边安排你去洗澡，这可能吗？这个啊？想洗澡啊？进监狱吧，啊？看守所里不能洗澡，我这儿安排不了，没这服务，请您多担待。
己。不争气的东西，你把你自己给糟蹋了。换上。